歡迎來到熱那亞。勝利廣場是熱那亞最具代表性的地點之一，也是現代熱那亞的重要象徵。廣場建於20世紀20年代，為紀念意大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勝利而設計。如今仍是利古里亞首府最重要的公共空間之一。廣場中央矗立着勝利拱門，紀念戰爭中犧牲的士兵。這座超過20米高的建築式有雕塑、浮雕和銘文，銘記無數戰士的犧牲。廣場東則是著名的4帆船階梯，其中的大型馬賽克描繪了克里斯托弗哥倫布的船隻、聖瑪利亞號、平塔號和尼尼亞號，展現熱那亞與這位偉大航海家的深厚聯繫。如今，勝利廣場是城市重要的聚會、活動和姜點場所，也是通往市中心的重要入口。